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这几日传出了教科书内面讲到马铃薯是中国的土豆。你问我马铃薯是洋芋也是土豆？我会看来回答，卖互听拢无。所以重点是咱爱多元理解，知影愈多愈好。这就是主体性甲本土。来听这一集专家来讲文化的政治，就免惊啥物叫做文化侵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台师大台湾语文学系副教授刘成贤刘教授。主持人各位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文化评论家李正良。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是恶草总编辑赵汉俊。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晚安。那么首先，咱来讲讲到底这个康恩出版社因的自然科学课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伊写着华文的土豆，讲是马铃薯，因为这是中国的用语，引起了济讨论。但是康恩出版社来发表声明来回应，讲课本的编排就是要为着学生来了解这种食物，会有足侪种的这个用词。那么这个事件嘛，互大众开始来关注讲，那么遮侪少年囡仔因为社交软体，还是影音的文化开始的影响，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着来自中国的用语，但是这敢会影响到台湾的文化发展呢？彰显国中一年下学期的自然课本写华语的土豆就是马铃薯，引起济讨论。看教育部的词典，土豆确实有收马铃薯的意思。教育部长潘文忠也出面解说。主要分成两大类，一个就是适合在中小学学生学习或教科书编定，另外一个是比较适合做学术研究。出版社这边所引用参考的是这个比较属于研究型。这个事件也让人关心，部分台湾人开始以视频代替影片，质量代替品质等等，以中国用语代替台湾惯习用语。这些小朋友现在接触抖音什么之类的，就其实都知道这些，所以没有必要这么较真。有时候讲中国用语的时候是一个幽默的感觉，我会觉得蛮好笑的。还是要区分出来哪一些是台湾，哪一些是中国。不同学生对中国用语的接受程度拢不同，学者表示，台湾甲中国拢接使用中文，难免会受到影响。虽然两边的用词一定互相影响，但是为了文化主体性，确实有需要区别。中文毕竟是即马台湾上普遍的语言，中文的用词甲中国要哪区别吼？其实讲是真困难，至少爱做到动中求异。教育部即马有词典吼，伊即马词典伊上无嘛，踮咧词典顶悬讲会清楚讲这是中国的用词。学者指出，语言是文化上重要的载体，但是台语会使伫台湾普遍，语言参中国有分别，自然较袂受到影响。但是这也牵涉台语爱正常化，真做日常生活当中的语言。学者建议，政府会使成为公家单位，自然提供多母语服务开始。记者郭长随台北报道。来，这一点钟内面吼，咱要甲观众朋友咱讲的，其实要讲的足济吼，这个议题咱爱对焦，吼，这对焦爱讲就讲，到底用这个词是会使袂使？使用的人伊家己有自我警觉无？是到底好还是歹？他拄仔咱看到这个新闻影带内面吼，这三个少年囡仔看起来是感觉讲，你就卖遐论斤嘛，吼，阮有当时提出来用是咧个小可讲个热气的。要甲滚生笑的，有诶是讲，哎哟，你咧大人咧讲甲这，阮就有当时用的就甲淡掉，敢有遮简单，还是讲其实事实上就是如此？老师，我感觉确实是这甲个人的迄个认知有关系，这牵涉到拄则咱问到这个三囡仔，伊到底是算是讲伊的认知、伊的自我意识、伊对认同是清楚还是无清楚的人，所以咱咧问无共人的时阵，可能足无共有的人感觉讲，哎呀，我就是学迄中国的讲法啦，无差，学单调，学的讲笑亏单调，但是有的人反说，伊可能迄个无想遮济，想越愈讲愈讲，
我感觉讲话吼腔口中国的较水，中国用词较好，啊无愈讲愈往中国遐去，是毋是会对心理产生影响？我感觉其实甲个人的心理素质，各以个人的个性、反射拢有关系。所以这有个别的差异伫的啦，我相信有个别的差异。但是个别差异徛在教育者的立场，或者是徛在国家文化政策的立场。老师，你认为应不应该做适当的规范，还是适当的铺排？敢有应该？我相信是爱做铺排加适当的这个管理吼。不过这个管理的重点可能唔是伫咧讲我要去禁足伫倒一寡事，还是讲我要去做虾米款的审查吼。因为我相信伫这个时代上重要原来是讲这个社会体制的本质啦吼。假使讲伫这个体制本质，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吼。啊，我即马要挑工伫咧教科书内底吼，某一寡事无出现。但是这事敢袂伫咧媒体都卖出现，无可能。啊，那媒体若出现的时阵，管教科书学生啊，敢袂去看媒体？啊，媒体管得着，啊，网络敢管得着？所以变成讲，我认为这个重点是伫咧这个社会，除了审查管制的心态以外，是毋是有伊迄个多元性？吼，所以咱咧讲，卖一直趋向中国用语，其实源头应该想是讲，敢会这个社会除了中国用语？除了中国的语言，无其他吗？安尼就烦恼啊，安尼烦恼，咱烦恼是这。哦，安尼老师讲了一个重点吼，李老师你感觉咧？第一，爱论真无论真；第二，你有赞同老师所讲，其实应该来反省、来检查的。咱今仔毋是要拍空烟节出版社吼，小等韩准的咱来讲这空烟节出版社的这代志吼。但是主要是讲，应该爱做啥物共款的铺排，还是爱？咱自我的认知，大家要有共识。其实我看迄电视内底迄三位少年朋友的回答，我惊一跳，突然间感觉讲，无共款的世代的反应，敢若无啥共，还是对我来讲，咱今日为什么伫遮讨论这个议题？我感觉是又再一遍的这个认同的危机。啊，对我来讲，咱虽然讲这个国家的条件是迄个啥，人民、土地、政府主权，遮咱拢有嘛。哦，咱就做一个国家啊，但是有一地，咱是足软的，就是这个心内就认同这地。哦，心内，咱有日本的学者讲，认同就是心的政治，苦的政治。你心内你想啥？这款的政治。啊，对我这个50几岁的人来讲，吼，讲到语言，哇，我嘛感觉哦，这乃土豆，哦，这个物件吼，介严重，哦，那会使用这个中国话语有一款像威胁的感觉。讲咱的语言，咱受到，敢若要绝症的感觉。对，有这款的感觉。啊，你讲对台湾历史来讲，吼，咱去讲过去，吼，台湾人吼，强迫去学日语，日语学了，去学波波摸，无怪我想到迄文彦珍过去你讲伊过去吼成长的过程，迄老最好的人叫伊讲，册免读伤济啦。你迄阿姨有迄学无几年，佮变迄波波摸了，要佮变学啥毋知，吼，有一款。台湾人普遍吼有一款的危机感，吼对语言背后是台湾人的危机感。啊，但是我看迄三位迄个少年朋友的回答，敢若真有自信的，吼有法度对这个吼中国用语，敢若有法度家己吼用家己的主体性来应付。嘿。啊，我讲这嘛是真趣味的话题，就讲对中国用语来讲，确实有那是一个世代无共款。像我敢若。嘛无你用抖音，无你用啥？但是我的囡仔两个囡仔，一个国小，一个国中，因逐工拢会接触，拢会看。我因为算讲，交因活动的时间较侪，我有法度理解讲，因即个即摆囡仔，即个年岁即摆学生是按怎来老师你有观察讲，恁兜的囡仔会从此以后安尼变做中国化吗？其实爱看哦，即马对小学3年的学生来讲吼，因大概若迄英语共款，人讲啥伊在咧讲啥，吼伊人讲迄中国的发音伊直接学起来，是甲即个高中生即个阶段，伊聊吼，知影讲要找较多元的管道，伊毋但会看迄抖音，伊有哪会去找迄个 YouTube， 比如讲政治的议题。抖音内底其实真多嘛，拢洗脑的。伊家己会去找什么眼球中央台来看无共款的讲法。对，家己做一个变化安尼嘿。
哦，所以这也要看年岁吼，啊看个别，啊看家庭。是。啊，韩俊呢，你感觉少年人敢会安尼就此就变做会去影响到，敢有遮简单、遮严重，还是讲其实是慢慢一点一滴安尼？嘿，就是像刚才老师讲的，就是讲语言一定会影响到你思考的价值观啦。毋过讲袂讲，因为讲就是讲啊，拢用就是我中国的名词，就开始产生足大的影响啦。啊，主要是讲，那背后来看，就是讲像老师因看，你若拢是看中国的讲电影还是戏剧，即种可能变得危险较大，因为咱知影咱甲中国是无共的。国家无共的文化啊，上主要比如讲民主，对咱来讲，民主是咱感觉较重要的代志嘛。毋过因迄边就是物件就袂遐强调这。若是讲有一天咱的少年囡仔感觉讲无民主嘛无要紧，像对方安尼嘛是真好啊。我感觉这开始大家咧烦恼，我感觉是即个物件啦，毋是讲今仔要讲啊，咱即个美玲是要讲土豆啊，是。土豆敢若会当讲是发生即个问题，咱烦恼的是讲，后一代敢会着接受对方的迄种价值观，嘿。所以你认为即个庸俗，无遐严重，会当小可甲放零，那乃至到讲在政策的铺排顶头，并无需要来做啥物处理嘛？应该安尼讲，譬如讲以即道的代志来讲，咱若本身去继续用华语，你做歹讲，就是咱这边台湾的华语较是对的，对方的华语毋是毋对，因为两边用的共款拢是华语。以即个事件来讲，咱家己教育部的书典内底就有收讲，是了土豆嘛是会当讲马铃薯嘛，咱家己的书典拢安尼讲啊，官方的物件安尼讲啊，所以你当然因为即摆大部分你台湾人，你去讲。土豆无人会较少人会想到是马铃薯，毋过后一代也是讲，其实在即摆嘛做者是讲陆配的囡仔嘛，因可能就会认为讲啊土豆原底就是咧讲马铃薯嘛，对。啊，即个物件你做歹去禁止讲，以后咱台湾伫台湾讲土豆的，敢若会当讲是土豆花生，袂当讲土豆是马铃薯，这做你做困难去禁止。啊，当然咱用看着，啊，哪有人安尼讲的，看着感觉做赤目，听着感觉做无爽快，啊，所以想要做一寡处理。毋过我是认为这真歹处理啦，啊，这是自然的，因为即摆你安尼讲起来，即个会变做遮大个事件，就是干嘛？讲我无可能啊，伫台湾哪有人咧讲土豆是马铃薯的，对。啊，毋过即款物件，就是你我感觉等到因为即个事件，你甲凸显出来，甲讲出来，知影讲台湾甲中国用的物件是无共的，等到是一个较好的代志。啊，事实上吼，咱教育部毋知是对当时开始，我想是足久啊，10几年来，拢有一个教育部颁布的即个两花词语的即个用词的即个一览表，顶头就有啦。吼，这嘛是我对顶头抄出来啊。马铃薯的土豆儿啊，这个番茄叫做西红柿，吼，这足济吼，都卖读，这种足济，但是咱不知不觉当中，其实嘛会去用到哦。吼，譬如讲最佳化，那个优化，吼，优化有当时咧讲啊，网络的优化，吼，啊，这个办法的优化，吼，啊，这网友、网民，吼，啊，有当时咧讲，这学霸这两字。老师，你认为这个词本身敢是中性的吗？语言的词，我想是中性的吼。对，但是拄则迄个柯慧茹柯主任吼，伊伫咧影片内底有提起啦吼，伊认为讲需要做区隔。但是我咧想，就是像拄则主持人讲到啦吼，这个区隔到底是要定一个时限无吼？像咱拄则看到这个标价，可能讲，这个事咱即马要无安尼讲，但是像主持人讲的吼，学霸，我另外找着第个吼，套路、吃货、接地气，我相信路年足侪人毋知影这4个词是中国来的，但事实上是，吼，事实上这拢是早期的中国用语，但是即马已经用甲足侪人毋知影是中国用语啊，所以对词的接受来讲，凡是咱当对这角度讲，伊是中性的，所以。咱若要去区隔用语的时阵，确实无一种程度来讲，就是拄则迄阵行讲的，就是你即马讲伊是中国用语，10年后你敢要甲摕掉？即马伊毋是啊。咱要咧讲，比如讲普通话内面吼，但是华语内面讲躲猫猫，其实这毋是汉语啊，吼，这是满洲人因的词啊，走入来，咱咧讲头上这个刘海，吼，这嘛毋是汉语啊。
你挺漂亮的，那个挺字，迄嘛不是汉语啊，迄嘛是对满洲来的。所以我即摆，咱即摆会讲，他拄啊经过头一摆，咱大家讨论了吼，观众朋友开始会进入讲，语言是会变化的，每当咧变化。咱来看第2个图表，这看过你就知影讲，咱是要甲你讲啥物？这外来语对着近代啊新汉语的这影响，在20世纪吼。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真侪中国的留学生，甚至咱台湾留学生去到这个日本来留学，超6、7万人啊！哇，炸了真侪这个新时代的这个语言呐，比如讲共产主义啦，讲什么部分啦，什么部分啦，什么所谓啦，法律啦、政策啦、投资啦，这种字。甚至这近几年以来，人气啦、料理啦、面倒，过罗素啦，这个御宅族啦、新干线，外口欧美的更较侪。这个语言本身就是真混血，真爱那个，这个大家男做伙，到底应该安怎来处理这个主体性啊？我先问。这李老师是，我感觉语言伊本身嘛有一个吼，交人共款有一个生命力。有一寡新的名词出来，无几工无人要用，伊就敢过身共款。有一寡话，大家感觉这好好用，有符合着家己生活的状况，还是社会的状况，不断的来用，慢慢的变成讲大家都来使用。其实我讲着主体性，其实我感觉这嘛真好，就讲台湾交中国语言的无共款，嘛拄好挺好来做一个咱的中国课。来认识中国、熟悉中国一个课程嘛。比如讲，在伫咧中国话语内底，有一寡是较生活化，一寡差别无大嘛。你讲早安、早上好，这差别无大。但是有一寡，伊是交中国的社会的产物，对中国社会生出来的这个名词。你看这几年人，这几当来，有人咧讲北漂，是讲迄个啥？北漂就讲，因为中国就是有户籍制嘛。所以你讲去北京生活无户籍，对啊，去遐读册，伫遐食头路，摕到北京的户籍，这是所谓的迄个啥成功人士嘛。成功人士嘛是中国社会生出来的名词嘛。成功人士相对来讲就是低端人口嘛。低端人口你会使看到讲，伊中国社会后壁的这个逻辑就是讲，伊尊重、伊钦佩即有生存力的人，伊对弱者无同情嘛，而且并且这是政府政策内底拥护低端人口，所以你会使对这话语后壁去想讲中国政府伊运作的这个道理是啥？所以我感觉对咱来讲，嘛是一个真好的熟悉中国的一个课程嘛，透过伊的这个流行的话语嘛，其他你譬如讲学霸。中国就爱用霸这字嘛，咱都咧讲嘛，伊尊重强者嘛，但是这背后嘛，过来思考就是讲，学霸这背后，敢若讲一个人熬读册，你讲伫中国考到北大清华，敢若讲人生上好的人生，敢真正是安尼？考试好的成绩，敢是一个看待一个人唯一的指标，这嘛是咱爱来思考嘛。对，真侪人讲中国模式是好的，但是咱透过这话语来思考当一个敢若尊重强者，无同情弱者这款的社会，像这政府，这是对还是唔对？咱要爱社会是安尼吗？对吧？咱才透过这话语嘛，咱用这个主体性这角度来思考。像这种课是应该学校内面来开。还是爱透过什么方式？是电视台爱开这种课，还是像老师因学校内面爱开课，像恁老师像恁学校内面爱开课，还是教育部应该爱规范爱创什么代志？你认为咧？我感觉这首先民间应该爱有人出来，应该是变做行入去迄个中学还是小学的这个教室内底，甚至大学内底应该嘛爱有相当。部分来做这个解读中国这款透过语言来解读中国社会这款的。这有淡薄仔亲像阿草常常咧做这公众禁用啦就讲每一个人爱识读爱识读这个文化，
切脱这个字背后的这个背景啊，甲安怎？但是在恁的立场，还是讲恁少年人的立场来看，像这种物件，政府应该要徛出来做一个明确的角色吗？还是讲期待公民社会每一个人要觉醒如此利益吗？还是公民团体？我先讲这个外来语的部分，这来出来基本上拢是以这个华语吸收外来语做语言嘛。其实因为这是以华语为主体来讲，就是华语吸收做者外来语嘛。其实咱台语嘛有嘛，譬如讲我举一个例，定咧讲就是讲咱台语讲这个起歌起闽嘛，这个物件你伫对话甲讲福建话的人讲，因听无这是啥物物件，这就是咱台语吸收日本时代日本的词的例嘛。所以讲外来语原底因就来就变做一个语言的部分啊。其实教育部的这个国教伊就有是咧做这个物件，伊算翻译嘛，啊有时阵翻译就直接刻伊的语言来做嘛。毋过这拢是以华语为主体来做的，毋过台语、客语也是甚至原民语，教育部无做这个物件，所以咱这个台语台拄仔咧做的时阵，拄着做这问题嘛，就做这个名词，讲啊你要安怎，你要用直接用华语的词就怪怪嘛。譬如讲，即阵仔定咧讲这个罗西亚，啊因华语是这个俄罗斯嘛，啊你直接用台语去读足奇怪，咱原底旧的这日本时代就有咧读罗西亚，有即种啊。毋过遮侪国家全世界200几个，其实拢教育部应该做一个200几个国家台语应该安怎读，客语应该安怎读，这个物件应该是政府爱出来做的啦。你当然民间家己可能有，但是一寡人有一寡家己的翻译，毋过你无一个官方的标准，譬如讲记者与媒体，尤其是咱即种公众电视的来讲，你要有一个标准通参考，这是政府应该爱做嘛，会当做。因为即个华语的部分就一直拢咧做啊，啊，佮讲。转来讲吼，其实讲华语的部分，咱拢想要咱用甲中国无共的词嘛，这名词的部分。毋过我感觉这会愈来愈困难啦，因为因遐家己有咧做翻译，咱遮嘛家己有咧做华语的翻译。毋过有时阵两边甚至翻起来共款，有时阵无共。啊，你做困难讲变做尾仔讲爱一定要用甲伊无共的词，因为讲实在因的文化的量体、戏剧啊、电影啊是作品是比台湾遮华语的产生搁较济。这咱举一个，譬如讲台湾今仔要舞一个，讲咱若为日本时代结束了。咱搁继续讲日本话，咱来舞一个台湾日文、台湾日语啦。啊，咱的用词敢有可能甲日本本土无共，完全无共，足困难。无可能。对啊，所以讲今仔华语的情形嘛是共款的啦。这个现象是好还是歹，敢会着危及着台湾的民主，我这无确定，可能有。毋过你足困难讲，我台湾华语要舞一套甲中国华语无共的名词，我感觉这是足困难的代志。这我说落来，头早我甲老师也讨论过吼，台湾的华语。甲中国的华语有可能是无共款的语言吗？老师，你认为呢？就我对世界上吼较大语言的观察吼，所谓较大就是讲，伊使用无限制伫咧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吼。我看起来每一个语言吼，可能就像拄则这位老师讲，就是拢有一个主导的国家吼。比如讲英语好啦吼，英语咱若讲就讲要学英语，大家一定想讲啊，美国英语排头先嘛吼。啊，无就是来学一个啊英国英语，哦，敢若就有气氛。无啥物人会想讲哦，我要学一个啊 New Zealand 啊，学一个澳洲啊，或是讲马来西亚啦、新加坡的 Singlish， 吼，敢若都无好有吸引力吼。这个法语嘛是啊吼，法语毋乃是法国咧讲的吼。伫咧加拿大这个 Quebec， 嘛有人讲法语，而且淡薄仔甲法国本土无共，但是法国加拿大法语区的法语无啥可能去影响到。摕到这个法语主导权，这就像拄则这个施老师讲的吼，讲中文华语咱实在无可能甲这个中国去做竞争吼。这点其实有反映伫咧咱伫台湾主导这个华语教育的这个专家学者，啊甚至是官员的因的做法的顶悬吼。因为我本身像阮校嘛是有华语教学系，我嘛是有国文系，我就捌甲因讨论讲，咱即马对外华语教学。或者是咱本身咧培养华语老师的时候，咱用的标准到底是啥？敢是做台湾话的华语，敢是做要义讲哦，这个台湾特色，咱爱安尼甲教？其实毋是啦吼。我有一摆上课了，我这个甲这个华教系学生咧开讲，因甲我讲几个咧，我真正少意外吼。因甲我讲，老师你敢知影吼？你若要去考华语教师的检定哦吼。你千万唔通选迄个跑操场吼，跑操场是语法的错哦。咱小人感觉跑操场？跑操场袂使。袂使讲跑操场。啊，第二啦吼，袂使讲我有洗澡，
讲我洗澡了，无分数吼。啊。第三，你若斟酌去看侨委会，也是讲咱对外考试遐音档，你一个听落，你就感觉讲这毋是台湾人咧讲话。迄个发音啦吼，莫讲什物耿字啊啥，包括即个语调起伏吼，拢甲台湾无共款。所以其实足侪人咧重要讲台湾华语的台湾华语也有主体性吼。我感觉这可能毋那是咱做会到做袂到的问题，是甚至是咱有意愿无的问题。民间拢感觉讲咱台湾华语甲中国华语就无共，但是实际上咱主导这个教育政策的，不管是对外华语教学，培养咱对外华语老师，所以完全拢毋是咱民间的华语迄个标准。安尼，台湾华语敢有可能有一天徛出来讲，我要甲中国华语平齐徛，就无真正的做法，我是看袂到这个未来。老师讲到这个观点就真趣味哈。其实，在网络顶头，尤其在近20-30年两岸接触以来，真侪中国人士在网络顶头的发言，拢表示讲，哦，恁台湾人咧讲普通话的时候啊，讲甲真软啊，足好听的啊，查某囡仔讲查某拢讲甲真亚萨西啊，讲甲真温柔，吼，就是这腔口吼，较无遐重，吼，啊较软，啊咱的变调吼。较无因嘎重，吼啊，真侪用语嘛较亲切，吼啊嘛较甚至有受到日本人的影响，吼，譬如讲我要来照过，咱会讲不好意思，吼，迄华语会安尼讲，但是因对因来讲对不起，是真正我对不住你，我才会讲对不起，是，吼，所以真侪即个真会使讲是。生活当中真明显的变化，人因对话的人拢会拢有觉察到，但是咱的学术界，咱的主体性却无安尼来建立。补充一个较多老师讲的，因为我有一道去演讲啊，迄是算较大牌的社团，啊，一个听众就做受气讲，哦，咱即摆这个拼音拢来拢改造甲中国共款。啊，我就甲讲汉语拼音啊，迄是马英九2009年改，我就甲讲吼，基本上咱即摆继续用华语，迄套开始对的啦。即摆全世界的，因为咱过去，譬如讲你即摆看一个较少年的，伊的名字若拼音啊，护照顶悬拼，拢是用汉语拼音啊。啊，迄个时阵伊讲，哦，这开始国际化，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遐等等也有用汉语的国家，甚至香港即摆拢用迄套啊。啊，变做台湾过去迄套拼音，你搁继续用，等等无国际化。所以讲，咱的主导者教育部，伊嘛是要甲台湾的华语变做甲中国遐的华语是共款。你是看即摆地名的路标嘛，拢改做中国迄套啊！啊，你当然你会当坚持台湾讲安尼唔对，咱就甲中国共款，咱要甲改登来过去迄套拼音。毋过这真困难，因为全世界咧学华语，用华语拢是用伊中国迄套啊，这就是老师讲啊。你若是搁用华语，这套一定是拢互中国迄边的制度救起的。啊，一个语言吼，真侪面向啦吼，有的是拼音，即个啊，有的是用词，吼，一个是语法，吼，啊，一个甚至是声调的这个变化，这真侪咩咩角角。种处理语，那无得靠咱来共款用伊的拼音，但是我有无共款的论述，这嘛是有可能性啊。是，就讲就讲语言吼，伊是有一个有啥敢若拿一个符号安尼共款，吼，就讲你的符号你要安怎甲诠释，有啥有即个吼，会使变做一个对抗。我举一个就，譬如讲内地，大概几年前，大概真侪人讲到中国，拢讲啊，我去内地，吼，安怎，啊，真侪人听到真解对啊，啊，讲那内地较会安尼，啊，都一批人。无音乐的，啊，就创一个迄个内地摇滚啦，啊，变成南投啊，啊，南投才是台湾的内地嘛，吼，类似安尼，比如讲内地这个内涵是啥？就讲你会使去参悟、界定、去诠释嘛，嘿，啊，这比一个真趣味的讲。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就算讲咱同时间拢看到同款这个符号，同款这个字。咱会当产生无共款的这个变化来诠释伊，来甲讲伊，来甲表演出来，那变做无共款的。对啊！啊，譬如讲咱拄仔讲到即马大家定伫用的即个中国的话语嘛，你比如讲狼性，吼，啊，就咱嘛在赋予一寡无共款的甲哭诉还是吐槽的内涵等等的嘛，这符合背后其实嘛是你概念嘛。你诠释嘛，啊个
有一寡吼抵抗吼，迄款的味吼，伫遐安尼嘿。他到韩准讲的，就是讲教育部或者是讲学术界应该要有一个上无要有个对话中心，吼啊对着伊来对话，才有通啊来做后手的这个工作。譬如讲，你关于你头讲着讲这个名词的界定，吼，还是讲，但是老师他你的意思是讲。华语界本身就要先开始做这个代志。假使因真正就要以台湾华语的主体性，应该伫咧实际上做法有这个表现，都准足困难，都准无可能会成功。但是因连这个表现都无明显，安尼伫话讲台湾华语啊，甲人无共，这根本是发假啊，因为无行动嘛。啊，无得甲伊心态想的是讲，那如果需要无共。对啊，这个无共意思就是吼，我感觉足趣味。其实拄则两位老师吼，主持人你嘛讲到了吼，我感觉今仔日咱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是一种心理上需求，敢毋是？因为无共，互人有一种足特殊的感觉，对无？哦，我的话，咱对伊讲安尼，我算啥？我想要有主体性吼，我想要有主体性啦吼啊，但是。拄则咱我看到一款历史上的例啊，即何这汉语遮尔济，大家语言都在教书，是安怎因要有即种感觉讲，我要失去我的主体性？其实就是一种台湾受到中国威胁的心理的反应嘛。我无想要甲对我有威胁的人。你咧甲骂我，佮要讲伊的话。对，我不爱讲伊的话，我不爱甲伊共款，我要甲伊无共款啦吼。啊，咱其实袂使批评人即种心理需求，这种心理需求确实是存在。我要翻头来讲，啊，咱要安怎满足这种心理需求？哦，一种就是我拄仔讲的吼。哦，安尼足侪人讲台湾华语啊，台湾华语就是啊，甲中国华语无共啊。但是咱敢做会到？哦，这是第一点。第二，啊，你讲有这种想法的人，恁敢有真正去做？目前为止，我伫咧教学甲考试的主导的人，身躯顶我无看到有教业上无啦。第二，好安尼。咱就先讲华语的部分，安尼做是哪啊？咱要安怎满足一般人？我心理上我无想要甲中国共款迄种足自然的心态，我感觉颠倒。那少教育这个人，反正会当对另外一个方向去找啦吼。就像拄则另外老师我讲到，安尼咱有咱家己台语啊吼，咱就加讲我台语，就甲因无共啊。恁是安那要遐尔生气？讲我要塞遮做华语教学甲考试的人，境界无共。等下你化解会叮当，你规气家己先叮当了吼。啊，翻头接我拄则讲的话，我拄仔讲世界上的语言基本上大语言、跨国语言拢有一个6条主导权的国家吼。啊，华语即马看起来中国6条条，台湾要抢足困难。但是大家可能唔知影吼，因为有个人讲。啊！咧台语嘛无好，台语嘛是中国来的闽南语、漳州话、泉州话，在台湾变台语，你嘛若无主导权啊。实际上，大家可能无了解啦吼。要讲华语中国6主导权，但是若要讲所谓较快意的福建话、漳州话、泉州话啊，台语吼，其实主导权即马是伫咧台湾的手头，然后大家可能唔知影嘿。那这就是吼，咱有观察到讲吼。毋若是台湾在杀即个所谓本土语言的发展啦吼，但南亚即几当嘛有一群人因足认真在要互在地福建话，也是讲闽南话，会当顶个伫咧社会个兴起啦吼。你去观察因咧发展的材料，你会发现讲，因伫对毋是中国的普闽，吼，迄个拼音，毋是中国书典内底的汉字，是台湾的教育部规范的罗马字甲汉字。哦，咱教育部啊做了好代志啦。对啊，所以。跨国来讲，你要找找甲人无共，你要想办法主导一个语言，你要感觉我做主人啊？安尼其实台语是一个真好的选项啊！吼，我感觉大家伫咧争取台湾华语出头天进前，其实会当翻头讲，哦，我即马心理上足不满的，我感觉足艰苦的。安尼你台语加讲我，反正甲你的囡仔加讲我台语，互你的囡仔台语练转，这个心理满足嘛，当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而且这个老师他讲了一个真趣味的观点，就是讲，其实台湾华语吼，受到台语的这个影响真深刻啦。啊，你若加讲吼，就加甲这个台湾华语影响着。对，这嘛是趣味的所在吼，就是讲咱伫咧影响着台湾的华语的考试甲教学的标准进程吼。咱先翻头问一个代志啦吼，是安怎台湾华语会好？台湾以外人感觉台湾华语最特别？其实就是大部分拢受到台语的影响啊。
语法改变、发音改变，拄则主持人讲，语调迄起落嘛无遐大，较软，这拢是台语的特色去走去华语内底。所以台湾的台语愈落车，台湾的华语就愈来愈亲像中国。台湾的台语若莫死去、强起来，毋但是台湾人有台语会当讲，我敢若无共，我有这个语言的主导权，国际上主导权，而且副产品就是台湾的华语嘛会继续维持某一种的特殊性，袂一直去互中国扭去，因为伫咧台湾本身有另外一个演进，就是台语一直咧影响华语。啊，毋过你若这个台语的演进愈来愈细粒，愈来愈细粒，无其实安尼，我看台湾华语的，对，台湾的华语就真正去互中国拖咧走，这可能就无得避免。这个观点吼，实在讲，还是大家爱来深思来思考，啊，真趣味。而且吼，这个关于着讲辩证啦，吼，到底是谁咧实名谁？吼，实名者，咱都喙生到咱的喙顶，咱无可能来做反抗吗？吼，像头头李老师所举的这个内地，日本时代的内地是日本本岛，吼，啊，咱台湾是讲内地延长，去到遐，但即摆咱的内地是南岛啊，吼，我毋知影李老师你伫厝里吼，因为恁牵手也是对中国哦，伫北京大汉的，但是恁在厝里安怎来铺排这种语言，还是讲真自然？在这个生活的状态当中，来确定恁的定义。就像拄仔讲的吼，就讲语言有一部分是较生活化嘛吼，其实差别讲法无共，但是意义差不多啦吼。啊，有一款是语言背后无共款的会价值观吼，你比如讲小日本。哦，中国都叫你们小日本哦。啊，囡仔有啥会听对迄个网络爱啥吼，思考了出来。对，囡仔看到网络讲啥，在讲啥吼。啊，你就爱开始甲解说嘛。啊，有啥上好的解说，就讲对你家己开始嘛，对阮阿公的故事开始讲嘛。讲家族的吼故事，互囡仔了解，讲啊为什么台湾吼交日本的关系，啊交迄个中国参日本的关系是无共款的。哦，价值观哦想法是无共的，哦，就讲语言背后嘛，代表着一款吼，你爱教囡仔吼沟通的一个过程，爱解说的一个过程，哦，啊可能嘛是爱语言就透过这个沟通的这个过程吼，一寡语言背后价值观吼，较有法度传互囡仔一代，嘿，啊，这是一部分吼，就讲伫厝的吼，这款较细的即个层面啊，较大讲，咱今日其实讲到真侪迄个语言的问题啊，但是语言的问题相当程度一寡，特别是一寡流行的话语吼，是对吼电影啦、电视剧啦，吼这物件出来啊，咱看吼，当伫中国的即个电影还是讲电视剧吼发展的历史来看，伊大概是2000年以后。其实2000年以后，毋但是韩国的韩流以外，中国伊嘛即个政府嘛从等是国家队吼，即款的资源哦，压落去吼，尽用咱来发展伊的电影，参与电视剧。啊，伫台湾来讲，电视剧影响咱上大嘛。咱差不多大概在10几年前开始，哦，讲所谓的这个宫斗剧，真侪人去看嘛，吼，什么见人就是矫情啦，吼，这话语嘛变流行的话语啦，吼。啊，我的看法是讲，其实语言本身就是流动的嘛，吼啊，即嘛中国来的即个话语真侪嘛，啊当然背后是伊即个文化产业即个伫发挥作用嘛，啊咱嘛会使检讨讲咱的即个文化产业即嘛状况是啥物款，啊其实这几年来算讲是袂歹，特别是迄个电视剧啊电影即嘛略咧起来，啊真特别你看即嘛囡仔少年陪去看电影。看的其实是台湾电影，大概占一半。你看今年台湾的票房来，到即嘛为止，第一是迄个《灌篮高手》，啊第6位就是台湾的电影，嘿。啊，所以即嘛台湾的这个文化产业略啊去。所以老师你也是爱注重讲，咱以前某种程度爱注重这个文化自产率的。啊，对。啊，你文化产业你也较强。流行的话语自然会产生嘛，啊，其实过去台湾其实嘛产生一寡流行的话语嘛，乳蛇嘛，啊，像即马囡仔定咧讲的8+9嘛，啊，这其实从台湾家己生出来，在地，就在地流行的话语嘛，嘿，啊，我的意思是讲，当然这个文化的产业伊毋但是一个产业，伊是大家
头壳的山药，大家动脑的一个山药，啊，一寡真趣味的哦画意啊，一个想法，都拢是对遮出来，对遮生出来。啊，当咱的山药愈强的时阵吼，啊，你趣味的物件就愈多嘛。啊，囡仔少年辈你讲的流行画意啊，流了就捡起来用啊，嘿。这咱讲的是文化面向啊，他都韩俊也有讲到，讲一般科学性的物件，就真正伊讲的啊，甲咱讲的啊，但是人用的人较济，咱就必须爱用因的话语，因为有一些有一寡叫科学性的物件来翻译的物件，咱就无法度讲，咱要主张讲一定就爱讲这，因为譬如讲，阮咧做影像的，吼，即个副控，吼，整个即个视讯，你咧讲话。伊讲的话就完全无共款，但是伊咧使用的人足多，你去到伊遐来工作，或者是空中咧交会的时候，你咧讲，伊讲的话，你就必须爱来理解。伊变因为真趣味，伊完全无理解迄个英文是啥物。但是咱了解即个英文是啥物，变做咱较会当变巧，会当春秋。我咧问的是即个问题。咱会当春秋的人，变做咱爱使用伊的语言去甲伊沟通。啊，这个代志是好还是歹？哦，这我提供互大家来思考，韩俊你感觉咧？好，我想对跟咱嘛有关系，我先补充较多老师啊，甲讲转来咱的文化上面，我真赞同李老师讲，就是讲，老师较多讲的，咱。伊今仔来讨论的就是一种我无爱甲中国共款的感觉，啊，这种感觉毋单台湾，我要举个例，就是乌克兰和罗西亚拍的时阵，因原底算是几个就是讲了波索维亚，就是为即个罗西亚迄边独立出来的国家内底，伊算是即个甲罗西亚的语言就无爱讲罗西亚语言，算做了较差的国家啦。啊，毋过因到即届因就嘛是足自怪，因本来讲80%的册拢是用罗西亚语文写，讲即摆无啊，要甲降到5%。啊，因迄个时阵我有采访，有一句话我感觉讲，伊讲阮无爱用甲咱台人的语言啦，就是迄种感觉，就是咱台湾是当然是无行到迄个程度，毋过咱无希望行到迄个程度，较来讲咱用无共的语言嘛。啊，第二是较拄仔老师讲的，就是讲主导即个台语，有一个咧就是讲 FB 正有抛一个 AI 翻译嘛，就是迄个主克伯伫遐讲，伊讲英语啊甲翻做台语，遐个语料库都是拢咱台湾人去录的呢。所以虽然伊迄个时阵甲讲做叫福建话啦，就是用南亚海国家的讲话，毋过迄内底讲的拢是咱即摆来讲的台语啊，迄拢是台湾人去录的。所以讲咱若是要用语言的主体性来讲，台湾是即摆至少咱会当讲是领导全世界，就是包括老师较多句的应用的教材是用咱家己教育部公布的，连 FB 伊咧做语料库拢是用咱的语言，所以即个物件会当大家思考。啊，第二个部分讲转来讲就是即个，若是反射讲用华语来做内容的作品，其实这嘛是咱会当甲提升，讲实在拢会嘛会当影响着中国。毋过咱做华语作品的人，敢有即种想法，这就是像咱主导华语的遮个物件，毋管是教育还是政策来个。咱若讲咱做遮个华语的内容的物件，其实对因来讲是做有吸引力。譬如讲公司即摆咧做的即个和平归来，因其实做因其实是禁止啦，毋过因做侪人想要看即个物件。但是咱像就是主持人开头讲的，就是类似后殖民的论述，就是讲咱用因的语言，毋过咱做出来的物件，反倒头底来去影响因，就是咱文化的作品，其实敢有即个方向的思考去做这个物件。你若是做出吸引力，甚至你用台语，这几当咱听着做者中国拢其实拢咧笑咱台湾的台语歌嘛。咱过去其实开头老师讲的2000年，像迄个时阵，就是 F4当咧唱，是遮济遮讲所谓陆剧还是韩剧的时阵，咱有一个时间台湾这种文化华语的输出是做唱的时阵。啊，毋过即摆咧做华语作品的人，敢有即种思考甲想法，还是就是看就是真的是中国做啥，咱对咧做安尼，就是咱敢有想要伫咱华语的作品内底，讲出咱甲中国无共的物件，咱的生活的方式，咱的民主，咱的自由，敢有即款的思考。这讲起来就话头长啦，因为文化产业甲经济甲即个政经实力乃至到两国之间的即个互相的竞争拢有关系啦。咱就知影顶世纪50年代、60年代，台湾的即个黄梅调是唱甲东南亚啊，即个黄飞飞小姐，伊在70年代、80年代是东南亚是少欢少咧，啊，甚至杨丽花小姐的歌戏，你做去到菲律宾，做去到东南亚嘛是真强啊，即文化的输出，即个输出是其实是真强，但是在最近因为有一个更加强的企业，中国即个企业来
这个文化这个竞争吼，是拄啊变做真的别质化啦吼。所以我感觉讲，唔那是实力的问题，我感觉是国家要有这个某种的这个铺排，才有通有这个力量，才有通集中才走出来。老师有感觉？对，所以我完全同意主持人甲李老师的看法吼。今仔日咱看到这个国家伊的文化产业变怎遮尔兴，其实后壁拢是国家伫后壁在支持伊啦吼。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所谓的文化产业、影剧吼、流行歌曲，除了美国啦吼，基本上无所谓的自由竞争啦吼。我记一个足趣味的，我大家拢记这个啦吼。咱即马知影这个韩流真穿吼，啊韩流真穿，咱可能想讲我韩流穿，啊是安怎会当穿吼？我问是安怎会当穿，就是讲韩国话的人伫世界上的比例敢有悬？无，足恐怖吼！你若去 Wikipedia 找人口吼，韩国话的母语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是1.1%。意思就是我学这个语言了，我去全世界行打100个人，我拄无2个人会当甲我讲会起来吼。啊，是安怎人会当安尼穿？那就奇怪啦。看韩剧的人，听这个 K-pop 的人，敢讲因拢听有看有？嘛毋是咧吼。听讲这个 Squid Game 啦吼，游戏是 Netflix 上顶悬历史上观看人数上济。敢讲全世界看这个游戏的人，拢是听韩国原音无呢？因为看字幕。啊是订配音对无？啊人袂甲写叫啦吼。我想咱要讲这其实个会当甲两位老师讲的连结啦吼。今仔日台湾人拄则讲的就是一种心理上需求，我希望无共，我希望的主导性吼。这个主导性甲无共，是安怎会伫咧台湾人的心内遮尔啊坚强？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台湾人的自信无够。迄个自信无效表现伫倒？表现伫咧讲足侪人若甲你讲，咱即个戏吼用台语做，用客语做，用原住民的话做，啊，无人看啦，卖出去啦。啊，其实我拢足想要吐一句话讲，啊，咱韩国的是安那卖出去，就是国家甲资源落入去，行销做了好，等甲你请起的时阵，人才袂讲啊，我听无，我爱看啦，是哇，这好看，我要学韩国语，爱有这种自信心啦吼。所以今仔日台湾，不管是台湾华语。这个物件会起来无？还是讲台湾本土语言会当发展无？台湾人必须要甲这个文化自信找倒转来吼。咱若是对家己的文化甲语言有信心的时阵，第一，咱会感觉讲啊，这个咱嘛是吼物件拢用华语做好啊，因为上无对方10外亿人看有啊吼，安尼较有市场吼。我看无一定是。安尼较透动安尼。对啊，等到咱想讲，咱莫惊甲咱无共，咱莫惊咱的人口吼语言的人口少。咱想要做啥就去做啥，多元无共，凸显咱的无共，伫语言的顶悬无共，伫所在、伫价值观感都无共，安尼才有出路，迄才是咱的历史。我感觉是安尼是。这个文化创作吼，其实嘛是真趣味啦，就是讲有你又搁爱当中求异，搁爱异中求同啊，就是讲我搁爱有这个世界性，这个普通性，普通性就是人性。好，比如讲游戏内面，你是人性，一直不断的升级的人性，所以在文艺创作内面，嘛必须要种物件。但这种物件，其实咱台湾人的创作内面，拢比皆是啊，拢足济啊。这就是大家老师讲的，都无这个自信啦。老师，其实我感觉哈，对迄个戏剧吼，对我文化产业这个角度来讲吼，其实我感觉台湾的主体性吼，就伫咧多元内底。啊，多元第一你知，为啥咱台湾人已经无去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最近是台湾交日本交流较济吼，啊，包括一寡台湾的电影吼，嘛去日本吼放，吼啊，那么真侪日本人伫看。啊，有一个日本人吼，一个文化人叫我记者，就是伊就讲，伊讲看台湾的电影足趣味的，因为我若看日本，啊是大部分国家的电影内底都大概一种语言，但是看台湾的电影。内底语言足侪种，有华语，有台语，啊，可能有客语，啊，这几年有一部分的迄个原住民语，哦，南做伙，这电影内底，嘿嘿嘿，啊，这咱家己无注意到，哦，我原本嘛无注意到讲，哦，咱台湾电影内底有遮侪种语言，一个日本人看了惊一跳，讲有遮侪种的语言，啊，其实想想，这其实就是。台湾的主体性，对，这个多元语言的这个多元这个展面嘿。哦，所以
咱其实要有自信啊。头先老师也讲吼，韩俊呢，你感觉咱即马讲到这个语言对语言讲较文化产品吼，在少年一代当中吼，嘛真侪人要来创作这种文化产品啦吼。但是譬如讲，包括就最近真夯的这个 hip hop， 阿宽面嘛，阿宽面啦，像这种物件啦，这但是要拓展去到国外，你感觉敢有可能性？啊，要安怎来做呢？就你少年人的观点。当然是有可能，开我讲啊嘛，就甚至讲中国当作侪人迄个时阵咧听即个《浪流连》即条歌嘛，讲的时阵 KTV 排头几名就即台语歌，因可能甚至无的确听有对，啊，毋对，伊即个物件就是像老师，伊感觉即个内容啊，伊歌词要讲的物件，就像即摆大做侪人咧笑 K-pop 嘛，伊嘛无一定了解讲伊即个韩国话是咧笑啥物，啊，毋过伊就是介意迄种感觉，所以讲咱遮做的物件，咱若是感觉好，一定毋若是台湾人感觉好，是世界其他国家甚至中国、美国拢会感觉好。啊，搁转来就是源头底，人讲今仔咱的中国用语，也是讲 TikTok 的问题。其实遮个解决的物件，真正就是咱台湾的文化水平要有够好，会当吸引少年人来看啦。就是你今仔去甲禁止讲你莫看中国的物件，足困难嘛。就像讲你无法度禁止少年人去看日本、韩国的物件嘛。啊，所以咱家己的文化的作品，毋管是歌曲还是戏剧，敢有法度做。啊，就开拄仔讲的像。最近即个 hip hop 的物件就是嘛，少年仔就感觉即个物件真有意思，甚至以外就是嘛有人咧讨论讲，敢就一定爱写台湾话正字、台语的正字，至少引起讨论。伫这过去，真正可能讨论看的是对，是 TikTok 的物件。毋过咱有家己有特色，引起大家讨论的即个台湾的作品，一定就是好代志，就是。销到国外有可能，第二是你得会当互少年人去看咱家己的物件，免去看为中国来的物件嘛，甚至美国、日本来的物件。所以讲到底吼，关于着即个，头先老师一开始就讲，你有当禁止着即个课本、教科书，你无法度禁止着网络，你禁止着网络，你无法度去禁止着其他的所在去接触着，吼。所以不如爱有一个多元的认识，但是。这个多元认识，除了亲像李老师，伊伫厝里，伊有这种觉醒，但是一般的这个家庭当中，无一定有这个想法，有这个认知哦。像亲像韩俊这种少年呢，无一定较济哦。吼，啊，这个厝地来，要安怎互伊有这种认知，互伊较多元来熟悉安尼呢？呀，嘿，多元是一种口号，咱无法度用口号去说服一般人。是啊。一般人你无法度去做道德的劝说，因是袂接受的。伊若无适应，伊就无会用。无毋对，吼，所以其实我感觉多元必须要互大家知影，伊是有实用的价值的。吼，啊，实际上学界的研究嘛认为多元这个物件是有价值的。吼，我即摆讲互大家知啦，吼，就是咱以语言来讲啦，吼，咱拄则拢就强调多元就是咱的优势，多元就是咱未来要行出去，吼，自信心发展的一个关键，吼。啊，台湾目前，敢若足侪人讲，感觉讲啊，这个台湾慢慢啊趋向华语单语的社会，敢若也无要紧啊。华语语言就是沟通的工具尔尔，啊，本土语言死去拢无要紧吼。咱若就要来找讲，互台湾继续维持一个多语言的状态，对一般人有啥物实用性吼？语言学家过去的研究啦吼，过去的研究吼，几若10档的长期追踪，对脑的扫描发现讲。双语人的头壳，伊的结果甲人无共吼，伊的冲突解决能力较好，伊的管理能力较好吼。所以我会当甲简单讲做4个字啦吼。双语人的智力较好，提升智力。第二，双语人老了较慢啦吼。老了较慢，老了较慢，大家印象无够深，我互大家一个数字4档吼。语言学家长期伫追踪双语人甲单语人得到所谓的期待值的。会数平均来讲，双语人比单语人慢4档。哇！这4档是啥物意思吼？咱甲换做钱啦吼。咱即马知影讲政府的长期照护，逐档拢是几啊千亿咧开，对无？吼，台湾是地震协会吼有统计哦吼，一个人对接受长期照护到伊正式转去，一个人平均爱开家庭爱开268万。你甲这所有的数字甲因4档，家庭省的是几啊百万，政府省的是越来越去吼。啊，做一人讲啊，双语
我自细汉学英语，英语甲国语我咯啊。嘛是双语啦吼，啊，所以才等来讲定义吼，咱要哪甲一般人说服？语言学家所讲的双语人，毋是我学过什么语言就做双语人，是这个两个语言、三个语言伫咧日常生活当中定定使用、定定切换，而且有一定的练等的程度，才会对你的脑产生，这才是双语，才会当提升智力、延缓老化。所以又搁升级，又搁提升智力，又搁延缓老化，这是咱的政府必须要互咱的人民知影代志，讲袂使互台湾变做一个华语单语社会。第二，政府除了说服有使用以外，爱透过资源啊，互人民会当去维持这个多语社会啊，对无？所以学校内底若肯用华语以外教学语言，学生学费甲减免啊，老师加重点费，社会功能出现吼，毋是干那大学啊、中学、小学拢安尼做，安尼咱大家。